立法院今仔針對中選會人事動議權案來投票，主委被提名人游盈隆，因為佇大罷免的時候，常常批評民進黨，所以黨內立委冇意見。也毋過，監事長曾水雄是強調講，執政黨就愛有高度，所以7個被提名人攏會來當同意票。國民黨團是表示講，因會支持若要推薦的3個人選哦。落尾的結果是游盈隆主委的同意案嘛已經通過，若要推薦的3個人嘛已經通過咯。立法院13表決中選會人事動議權案，針對正副主委甲5位委員，計共7位的被提名人。民眾黨立法院黨團透早特別召開記者會，表態因規團會投共款的，毋過無講到底同意啥人。中選會的正常運作、獨立運作，本來就是我們所應該要求的。中選會目前敢若剩4位委員，規定閣增加1人就會當開會。那行政院去年12月將名單送去立法院，國民黨立委王鴻薇佇黨團大會了後表示，除了同意若被推薦的人選李禮忠、蘇家宏甲蘇子喬，對於主委的提名人游盈隆是無意見，毋過無同意副主委的被提名人歐珀憲，因為他現在不是民進黨籍，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他不是像李進勇一樣，只不過是為了去當中選會的主委，然後呢就暫時的這個脫離黨籍，這也考驗着民進黨這個政黨或者他們的民意代表能不能夠把中選會視為一個獨立的機關。拿着贏，雖然表態會對全部提名人攏同意，不過有黨內立委對游盈隆過去批評民進黨的言論真不滿。黨團大會也一句來一句去。英系這邊是不是對游盈隆這個人是有點維持呢？沒啊，阮黨團有做決議啦，係啊，大家雖然有看法，唔過黨團的決議，咱大家就是照決議來進行。游盈隆先生啊，那當然，那過去對民主進步黨有很多的批判，那甚至於在關鍵時刻的時候啊，常常啊，有一些聽起來啊，這個耳朵就是不是很悅耳的，跟在野立場當然會有所不同。那這一次啊，我們就在整個中選人事同意權的部分呢，我們執政黨也必須要展現一定的一個高度啦。那我們先釋出善意啦。幹事長曾水雄駁回講，無外界所講的唔甘願嘛是投票的代志，強調黨團的成員提出家己的意見，不過也會體諒甲團結，會尊重獨立機關的公正性。記者綜合報道。